架构就决定了理论的传统，决定了理论传统，剩下的所有的数学的模型就要能够 match 这个理论传统，构成了科学革命之前所有的思维上的准备啊。像你学科学的你就了解到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来讲，理性辩证的传统，这是第一课 Alexander 对于 Thales 他的老师进行的批判。所以他说